到了，小姐。谢谢。哎，贤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家里人说你已经走了，我就追了上来，问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那天喝醉了，他只是扶了我一下。喝醉了？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？就是因为不会喝才会喝醉啊。喝醉了就应该这样吗？那喝醉了应该怎么样？喝醉了就应该倒在别人怀里吗？哎，你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。你让我跟你解释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照片就在这儿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这些都是小报的无聊报道，你是信任我还是相信小报？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别人不相信我就罢了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哎，贤，你听我说，贤，哎，你不能进，我是报社记者。你哪家报社记者也不能进，你赶紧回去，回去，走，走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盼着我失业啊？怎么能说是失业呢？你可以回照相馆那工作嘛，只要不拍戏，做什么都行。咱可说好了啊，今天拍完最后一场戏，你就跟电影公司解约。如果你还想工作的话，比如去报社，妈绝不拦着你。行了行了，你这些话都已经啰嗦1个礼拜了，我走了。我晚上叫了聪回来吃饭，你也早点回来啊。好，你现在对聪比对我还好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的戏已经完了。我跟孟老板约好了时间的。他是临时有事儿出去了，不过孟老板已经吩咐好了，如果你来了，让你去这个地址找他。这是您的。谢谢。慢走啊。好。徐师傅，让您照应一下啊。好嘞，知道了。
你好，伯母在楼上吗？在楼上。伯母，聪来啦，伯母，我来吧。你来，你行吗？行。真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饭呢。我离家早，就锻炼出来了。贤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。贤说是你不让他干家务。哪是我不让他干家务，是他自己不愿意干家务。不早了，贤快要回来了。嗯。不过今天我有些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用了10几年的砂锅突然之间裂了，这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啊？伯母，你太迷信了，锅都用了10几年了，也该坏了。也是啊。小姐到了。谢谢。小姐您好，有预定吗？我找孟老板。哦，苏小姐是吧？请跟我来。这边请。孟老板。等了你好久了，坐。这儿有2份合约，去或者留，绝不勉强。不过，不用现在就做决定，等吃完了饭我们再说。我妈在家里等我，她要我今天回家吃饭。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顿饭，至少给我1顿饭时间吧。我有个预感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。我要去片场找他。伯母，你先别着急，还是我去找吧。来，为你在这部戏中的努力干杯。我表现得不好，请你原谅。样片我看过了，你让我很意外，我非常满意。可是孙导演，这件事情，我还真的要感谢你，你给我带来了运气，是你让我下决心换掉了孙导演。李导演非常好，他非常有才华，样片拍得也很好，而且他对你的表现非常的满意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所以苏小姐，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合作下去。咱可说好了啊，今天拍完最后一场戏，你就跟电影公司解约。如果你还想工作的话，比如去报社，妈绝不拦着你。我真的可以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的眼睛很毒的，我不会看错人。来，干杯。
母，贤呢？片场已经没有人了，都下班了。伯母，伯母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片场找他。片场已经没人了。那我在大街上找。伯母，上海这么大，你去哪儿找啊？我要回家。你喝多了，这个样子怎么能回家见你母亲？你必须要找个地方先休息。我要回家。腰痛吗？洗手间在那边。来，往后一些。行吗？醒了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没法送你回家，所以只好带你来这儿了。这是在酒店。走，我一晚上没回家，妈不知道，她会打死我的。哎，要我送你回去？妈，滚回去！
孟老板，别再纠缠我女儿了。苏太太，请听我解释。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女儿。对于你来说，像贤这样的女孩子满大街都是，可是对于我来讲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我求你放过她。您的女儿毫发无损，她还是你的女儿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要是敢碰她，我就杀了你。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干什么去了？你告诉我！说话！说话！我什么也没有干，我能干什么呀？说实话！他对你做什么了？人家能做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情！我等了你一晚上，一个女孩子一晚上不回家，还让男人送你回来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知不知道，贞操对于一个女人来讲，可我不在乎，我才不管别人会怎么想。我只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。我要痛痛快快的活着，我要继续拍电影。你还要拍电影？我就是要拍电影。好，你要是这么不自重，那你就杀了我。我死了以后就没人管你了。拿着，来，你杀了我！拿着，杀了我！来，杀了我！你是要逼死我吗？我死给你看！我不要你管。
的伤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没事的，一点小伤。都是我不好，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但我真的没有做让你丢脸的事儿，你要相信我。我要拍电影，也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。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别责备自己了，把牛奶喝了。我现在不想喝。你还没吃早饭呢，喝吧。我们回头再说。你别动，别动，我来。没事儿，我来吧。你受伤了，我来。伯母，贤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你昨天晚上刚一走他就回来了，这不还在楼上睡着呢。他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哎，是这样的，拍戏的几个小姐妹要分手了，有点舍不得，她们就聚在一块儿喝了点酒，她在姐妹那儿多待了一会儿。要不这样吧，等她醒了以后，我让她亲自去你那儿跟你解释，行吗？没事的，你去上班吧。行，伯母，那我先走了，回头再来。哎，去上班吧，啊。只有这个时候，你才是最乖的。别恨妈妈，我都是为你好。女人这一辈子不能走错一步，以后你会感激我的。是我绑的。为什么？你快把我松开！你快把我松开呀！妈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不是你的女儿吗？只有这样，你才是我女儿。你疯了吧！别闹了，等你想明白，我就放开你。妈，你回来！妈，你回来！你为什么要绑着我？妈！
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想照张相。照什么相？证件照。哦，证件照。证件照。这什么声音？没事的，照相间在那边。徐师傅，有客人。哎，好嘞。等你听话了，我就放了你。那，你有一个妈妈这样对自己的女儿，你不是我吗？你不懂做母亲的心，你以后会感激我。
谁啊？贤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我妈她疯了，她把我锁在房间里，把我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昨天去你家，保姆还说你在睡觉。她骗你的，我是从楼上跳下来才逃出来的。跳下来的？贤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能再快点吗？我现在很怕那个家，那简直就是一个牢房。伯母是爱你的，就是方法上不对。你跑出来，她怎么办？那根本就不爱我。他还说要跟我断绝关系。这都是气话，伯母怎么可能不爱你呢？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觉得还是方法上的问题。我真的觉得，我可能不是他亲生的。哪有这样的母亲，对自己的女儿这么狠心？贤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觉得你是真的误会伯母了。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呀？你是不是跟他想的一样，觉得我在外面丢人了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前天啊，我亲眼看到伯母都已经快崩溃了。他不相信我。从，你相信我吗？贤，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了，好吗？你已经2天没睡觉了，你先睡会儿行吗？我妈，你别告诉我妈我在这儿，不然我恨你一辈子。咱们俩的关系就这么好。你找人？聪住这儿吧？是的。有你这样敲门的吗？伯母，聪，你看见贤了吗？他来找过你吗？没有啊。伯母，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先别着急。没什么，他出去了没跟我说。我再去他同学家找找吧。啊，好。我妈走了。走了。你一定困了吧？先去睡会儿。我要是睡了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先睡觉，我这不还要上班呢吗？
贤，贤，贤，几点了呀？都中午了，起来吧啊，吃点东西。好喝吗？嗯，挺好喝的。我做的吧，跟伯母没法比，我这个也就能填饱肚子。他做饭都做一辈子了，你怎么跟他比啊？贤，嗯，那你这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你说，你这离家了，伯母真的会很着急的。你是没看见他可恨的样子。那她也是爱你才这样啊。行了，咱们俩可以不说他吗？不想提他。贤，有件事我跟你说了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应该回家，不然伯母会疯掉的。你是不是告诉他了？我在你这儿。我让王鹏去你家找伯母了，估计伯母一会儿会来接你吧。我来找你，真是瞎了眼。哎，贤，你就这么离开家，伯母会着急的。你没看见她？我不想回家。你没看见他是怎么对我的？你难道想让他绑我一辈子吗？你别激动啊，那也许伯母她没在家，她就不会来了，对吧？我想回去。你听我说，哎呀，我死都不想回去。好，行，